嘛，大家拢在讲暖男啦吼，拢无人知影台语，都较打者较侪人在讲的啦哈。我这边先讲，我是讲烘炉兄。哎呦，哦，因为烘炉，大家拢知影烘炉是啥？在细啊迄，啊你放火炭，哦，伊就会烧。啊，你若看到这查甫人，你就感觉哦，就敢若亲像迄烘炉共款，哦哟，足温暖的啊，吼，就想要甲安尼甲摸一下安尼啦。我是感觉吼，做烧炉兄，烧炉嘛是共款啊，嘛是足温暖的啊，足温暖的。哦，有哦，譬如讲，即马吼，即个物件食烧炉，然后就想要甲伊坐哇，寒人较袂冷，就是即个意思。是。有当时是物件，当然嘛使讲人咯。哦，人通讲烧炉就对啊。我听到这个烘炉这个字哦，我就感觉足温暖的啊。嘿啊，有烧烧的感觉。若是有一个查甫啊，伊带伊的女朋友去迄个中和的烘炉地，也足温暖啊。伊就是伊就是烘炉兄。烧炉听起来就是温暖的意思啊，啊那个较直白啊。较直白，暖男嘛，烧炉兄就是温暖的兄哥，哎呦，因为烧炉本身就是形容词嘛，啊，温暖嘛是形容词。人甲人中间的感情，感觉真烧咯。烧炉，连烧炉就是温暖的意思啦吼。咱讲春天时啊，天气就愈来愈烧炉啊。系啊。啊，毋过即摆少年人可能较毋知影烧炉什么意思啦。啊，所以咱调查的结果咧，选烘炉兄有超过52%。